一宿人头望，人过来见，人微笑，让郎定问上人正吧，长面人看郎，一宿人老马当广播节是人讲兵养老三层龙，要看给论的分正面战斗年的了。拉萨维吉尼亚东国这些这些年纪东格拉列王真广大这边咱让马人们都东爱这些文种族观浪啊波杰。多得来接着年末年落来接江州周子节马人啊马是安东爱年过节年就是上这个南的年大节少节大是很远的。就是多份过江州就都就年前真到了，装备养了连队。自然的间接介入，我自然就看到了电话门把上上，把大电就降落到把沿路着，马娃早都说。首先是不就首先该多找么这个联系我念的跟前吧，上进见到每个样不外，高个南大线。这把人说，是就南京上班当落叶，是在见到我的解决。我也去见过了，过了都说。Good afternoon, everyone. We would like to announce that the teaching will be translated in English through FM channel number 19. Once again, the teaching will be translated in English through FM channel number 90. Kính thưa quý Phật tử, buổi giảng nhập Bồ Tát Hành sẽ được phiên dịch dưới tiếng Việt thông qua kênh FM channel số 100. Chúng con xin được nhắc lại một lần nữa. Buổi giảng nhập Bồ Tát Hành sẽ được phiên dịch bằng tiếng Việt thông qua kênh FM channel số 100. Chúng con xin cảm ơn. Tene randina yongchen mang chewate tene ne jeya tang melam doya tang tindegi chögi to chewa chögi samotang ne yongwa yinchang tene kunhong tadandi nyembi kapsu yang kunhong mixegi kunhong mixe tende zona yabushira res 今天呢来到这边呢，都是为了这个法而来的。那么这个现在呢，尤其现在在听法的时候呢，更是呢要有特别的这个动机。 tene chöde men nanjire se samgo res 要想呢，法就像是药， tene chö nyenken rang tan nepa sidu tene asa thangbo meba subu thangbo meba zubu changbo meba zubu de semba iga thangbo meken tende jingin samya 那要想呢，闻法者自己呢，就像是一个病人，身体不舒服，心呢，也就是身心呢，都是这个就是不健康的。 tene din nanjin ta tadin di tekba chembogi asa tenjo yin zang tene tekba chembo yin se samken chogi tekba chembogi samno tang tang ya chego res 那么像说呢，今天呢所听的法呢是大圣的论著，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想法上呢，也必须是要有大圣的想法。 tene chitang samlo kunhong chetang gi gone che nyentang che namchonal ya zutang ka chagi res 那么就是呢，这个因为的这个动机呢的不同，所以呢，听法
就是呢这个情形进入到耳朵的情形呢，也会是有不同的动机的话呢，这个听法的这个情况，这个法进入到耳朵的情形呢，也会是不同的。 저랑서 카시엔디나 쫀죽생데 가레이나 다티치 하고도 삼베기 덴데 럽종당 다직 주요 제점지기나 내가 점지기 때문에 저랑 하고 그랬어. 那么就是要是呢想说这个路菩萨是什么，想要这个知道，以呢就是学习的态度呢来这个听闻的话呢，你是可以就是知道这里面的这个内容的。 때문에 저랑 3시간 속에 다단디 때문에 디 년두가나 내도다 말라비아티 마 년두 때문에 딜 때문에 파단에 비sem제 탐제 산지 고방 거야기 차진지 때문에 레드 주고기 예 선배 근황 된데 지도거든요. 那么我们呢，在这边呢，听诸菩萨行论的时候呢，要这个想呢，就是要让所有一切众生呢都能够成佛，都能够证得佛陀果位。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来这个听闻，在我们听闻的时候，必须要有这样想法、这样动机。 전에 처랑서 장보면 방아양 다디 생켄다 부디 나인장 나양 전에 삼바장보 전에 대양 삼바장당 대 가상 라바나신 삼바장당 약슈 장축이 셈 딜라 때네 전에 남기타다니 비셈제 탐제 산지기 고방 토야기 주직 레 투버 쇼 셈 멤버 장축이 셈 더버지 고고야 不只是各位，像我呢，这个我在这边说呢，这个大圣的教法，就像呢昨天呢这个所说的，在所有的善心念当中呢，最好最殊胜的就是菩提心，那又是依着菩提心呢，来这个就是思维，心中呢想呢是为了要利一切众生，愿呢这个成佛，那么这个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愿，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就会是呢这成佛的这个因，就会是成佛的因。 되네 진짜게 근홍은 땅네 최생켄당 년켄이가 근홍 근데 땅나 되네 최체바당 년백이 자와 제찰바레스 내가 잠지기 삼모 내가 땅모 잠지기 就是不管是说法者或是听法者，能够以这样的一个动机来就是说法来听法的话呢，光只是这样的动机升起的话，这件事情就已经是呢就完成了。 되네 단달라바나진디 택바 첨복이 땡주지레스 那么就像刚刚所说的，这一部论呢是大圣的论著。 되네 지당양 택바 첨보스디 디 첨보데 와사 첨보당 야가당 든젤라 마고나 패체 야가멘도스 든데치네 마고와체나 那么我们讲说呢，这个大圣的这个大的话呢，绝对呢不要想说是他的这个地位很高，是这个是非常这个殊胜非常好。希望大家不要这样的，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思维。 니랑기 택바당 랑잘기 택바티스마 누간다부치 권영이 말했어 不可以呢这个想说声闻正小正呢是这个不好的，是低下的。 든데 고소마이나 최빵마기 예바양 사시그레스 那么要是这么想的话呢，会有就是舍弃正法的这个就是恶业。 드네 달린 니난 니 택바 챔버레스 챔버기 다 주고비 줌센테 드네 줌센 망보여 那么在这边呢，讲说大乘的讲这个大呢，是有很多的原因。 따와 챔버 시라레 知道吧？ 따와 它的这个根呢，根基呢是非常广大的。 삼로 땅땅야 따와 챔버 임비 줌센지 삼로 땅땅야 챔버 시라레 那么因为它的根基是非常广大，所以他的想法呢也是这个非常广大的。 빼나 년퇴당 랑상제기 드네 리젠테 속에 탐숨 코르바디 둑자레 탐숨 코르바레 탈고기도 삼백이 삼로지기 요아레 像说呢，声闻缘觉种性的人呢，他们呢想说轮回呢是不好的，要从呢轮回中解脱。 택바 챔복이 릭젠라
함숨 코르발라양 대학이 삼로 요아 말해라 설바당 시와기 고방라양 대학이 삼로 요아 말했어. 的总性的话呢，也没有说这个想呢不住三界轮回，也没有想说呢要安住于涅槃的果位。 대소 탐제 때네 따와 자침부 임바당 삼로 땅땅 자침부 임백이 따 대소 니소레스. 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是呢，这广大的见地以及呢想法极为广大的这个征兆。 배나 멜람지 잡나양 멜람로 조야 매바 잡기 와르. 还有像说发愿的话呢，他所发的愿呢也是无穷无尽的。 지점 레당 유망 타주르바 다기 멜람 사야 대자모스 레당 유망바 마제기 춘춘 되네 네 멜람 차려 메스. 像说呢，在普贤行里面讲说呢，业跟烦恼无尽的话呢，我的愿呢也是无尽的。 자 된데든 된데 김선 망부시라레. 像这样的，它的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되네 대인도 택바 첨복이 최년도 가나 양 삼로 땅땅 대양 두준다 만드라기 삼로 자체 땅 투고 그래. 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在听大乘法的时候呢，也呢要比平常的这个想法呢，不要也不应该是平常想法，要比平常想法要来的这个广大。 두준기 삼로 템보 충충 되네 약 관사 링보 퉁퉁 생각다 된데기 두준 삼로 된데 마임바 다른 삼로 때저 관사 땅땅 카하 땅. 平常呢，我们会想说大小长短等等，我们呢现在在这边的想法呢，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必须呢要是不同的想法。 배나 마란스 상제기 말람 숭디 데비 상제 티솔라야 전에 소와타비아 차체야 쳬바피아 단다기 상제 티솔라야 차체 쳬바피아 마홍비 상제 상찬 다다 마제바 티솔라야 단다 전에 차체야 쳬바피아서 티솔 삼로땅땅 택바 첨복이 삼로땅땅. 像说呢，我们在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呢，就是像呢，就是现在诸佛祈请顶礼供养，然后呢，也向过去诸佛祈请顶礼供养，甚至呢，向未来即将要成佛的未来佛也祈请顶礼供养。那么这个就是呢，大圣的思维。 전에 택바 첨복이 최로 럽정 제야당 냠낸 젠데 요나 디디틸 때츠때츠 전에 다자니 공시 차고 그랬어. 삼론 딘데 땅땅 때로 공시 차고 그래. 那么就是想要这个听闻大乘教法的话呢，那么像这样的这种思维的话，会变成是呢，平常像这样的这样去思维，会变成是一种这个习性，会一种习惯。 간당한저 상이기 칼라 드링 사자기 생긴데부 딘데 마또 삼로 땅 투기 말해. 那么我们呢说，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说，我现在呢这个吃我明天的要吃的东西，我们呢是没有办法这样子这样想的。 대가나지 전에 데비기 딕바 빵야 딕바 샤야 단데기 딕바 샤야 인다 이 마음바 다자 딕바 잔 사 마상 해라 파샤야 딘데 개체 요레스. 然后呢，像说呢，忏悔过去呢所造的恶业，还有忏悔现在呢所造的恶业，甚至呢在将来还没有这个造的恶业呢，也呢这个加以忏悔。 다 되네 다 택바침복이 땐줄 이제서 시월하 생긴기 숭 전주 생긴데 뭐를 백갑인스. 好，那么现在呢是要来这个介绍，这个大圣的论述是吉天菩萨所说的入菩萨行论。 되네 이제서 시월하기 꼴들라 다 패치와 등상 자자남 다 초초 요르 된두가나 믹스기행 고니 주버들 랍고야 미두스. 关于吉天菩萨他的他的这个传记呢，可以说现在呢大部分呢在这个网络上呢都有。那么我呢是不需要呢再特别的说。 이나양 남타르기 sem박하셰 양 삼로나 마숑 남타르딘데 요레스. 是呢，有一些就是他的的传记，他的这个事迹，他的这个事迹呢，有一些是我们的这个心中呢所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容纳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这个容纳的。
ena sherab liu dabujigina tene kesha shetang te tingsangi rikpam hawa orang tingsangi rikpam hawa tisogi kesha sheba nangji tele chan las tende yore riglam yangke jumsen yangke jumsen riglam yeba tende 那么像说呢，在就是智慧品第9品的智慧品的这个说法呢，就是像现在的这一些这个理论家呢，这个所说的，他有他的这个是原因跟他的这个理路跟道理的。 tene sherab liu dabujina tingsangi rikpam hawa tisoda kesha shena pe cheba gite tele shidang motsar chemboche zigur chegires 那么像说呢，为这些这个理论家呢，在跟他们讲这个智慧品的话呢，不能都会认为是极为这个神奇的。 이나양 셔럽 리우기 참 사삼 찍을 랩디 찍지 기와래 강생을 당에메다 생지 디 찍을 랩디 때는 시월라 남칸나 야다 예송어스 那么当呢，就是这个就是吉天菩萨讲到这个智慧品的当时无实法，悉不住心前，彼时呢，这无余相，涅盘这个最极尽。当呢，就是吉天菩萨讲到这个寄送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吉天菩萨呢冉冉升空呢，就是这个到最后呢，就是就不见人影。我在第顶上个日本话的说的现在南叫的drogi matters 像呢这一部分的话呢，对现在的这些科学家或是理论家呢来讲，对他们讲的话，他们是听不进去的。 배주 낭땡길 환통 전통기 중세기도 댕그레스 망쳐 那么大部分的话呢，会这个想呢是呢这个这个藏传就西藏人呢在说呢这个见神见鬼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见神见鬼的这样的话的这个就是内容。 덴데 시대 망버레 페나 우마 주퍼싱 좀켄 숭켄 다바타바양 리퍼나와 시다 할레버레 那么就还有像说呢入中论的月称论师，那么对这现在的这一些这个理论家或是科学家来讲的话，他们呢也都是觉得是非常稀奇、非常神奇的。 이나양 참참라 리모티 제버기 바죽니 오마쇼바기 로지든데 요아레 那么这个有了讲到说呢，月称论师呢，从这个在墙壁上所画的牛，这个挤出牛来的有这样的就是故事。 다 디스테디 고용디 페즈직 삼지 미쳐봐 삼로 다다기 삼로 땅땅티 레 갈네 삼로 자침보 땅생긴 속에다 그래서 셰나 남절 로그레스 那么这个就是当耳朵听闻到的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的时候，会觉得是这个不可思议的。但是呢，就是要是这个就是会这个想法这个心量呢广大，想法及这个广大的人的话呢，他们呢是可以听得进去的。 드네양 카셰라 데마셰디고 대바당 당망천의 류이 세 삼켄인데 요아래 야보시다래 대양 那么有些的话呢，是听到这个的时候呢，心中呢升起信心，然后升起呢镜像之心。那像这样的话呢，也是非常好的。 드네 카셰라 단디 다가스 둥셰 잡아래 삼켄티 삼로나 만져바틴데 요아래 따뜻해 줘야 요아마래 탑시 매래 되나 那么这个有些呢，就觉得说了，这只是一个像是只是在讲一些这个故事而已。那像这样的人的这个想法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去这个改变他。 드네 다 장주 선박이 람 따와 화장기 첨보 대당 뜀백이 삼로 땅땅야 화장 자첨보 쬐바 쬐당 자첨보 제당대 드네 다다 전주 나면 요아래스 菩萨道，菩萨的见地是极为广大，因为呢，菩萨道极为广大，见地极为广大，所以呢，菩萨的想法、行为呢也是非常广大。那么这在《入菩萨行论》里面呢都有。 드네 지당 가상 랍즈 라바이 장주기 샘생인데 땅 먼저 깨셔셰 탑 대야기 체도 드네 돈담 장주기 샘 근접 장주기 샘 마예바 요아래
像呢昨天呢也有这个讲到说，这菩提心呢有分世俗菩提心跟圣意菩提心。 Tene kunzab changchu kisem nangla yang, memba changchu kisem da, juba changchu kisem se waje. 在这个世俗菩提心中呢，又分有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 Ta tanda nganzu mang cheba le tangpa bagi, tene memba changchu kisem gom, changchu kisem nyamlen chegi yue sidi, peche memba changchu kisem she degi yor. 那么像我们在座的大部分的这个初学者的话呢，是在就是发愿菩提心，是在呢这个修学这个愿菩提心。 Tene tadang nyambi semjin tamje sanje ki kopang la gogi se samyate. 想说呢，要呢就是安置等虚空所有一切众生呢，至佛陀的果位。 Tene tinge kasang labayin, tate tadang nyambi semjin tamje sanje ki kopang la go sedu, tene ta nile nazi ki samba zang yongya yuamar. 昨天呢也有讲过，就是心中呢想要呢这个利益等虚空所有一切众生呢，获得佛陀的果位，安置所有一切众生呢，到达佛陀果位。像这样的这个心呢，是所有善心当中呢最好的，没有比这个还要好的，这个就是善的心念。 Menkang bumcha mangbo jabgi se sambi samlo tang. Genso kang bumcha mangbo jabgi sambi samlo lechang. Tadang nyambi semjin tamje sanje ki sala gogi sambi samba kechik chikde di shidragi jachegires, di samlo kwasa togires. 那么像说呢，这个想说要这个盖就是几十万间的医院，要盖几十万间的这个养老院，那像这样的想法呢，都不如在刹那间呢，这个想要利益等虚空一切众生呢，这个到达佛陀果位这样的一个利益，它的这个就是利益呢，比前面讲的这个盖医院、盖养老院的利益呢要来得大，而且力量呢也比前面还要来得广大。 Tene di yaga yimbi ki jumsen di yaga yimbi jumsen shidra mangbo yor. 那么之所以说比盖医院、盖养老院还要好，力量还要大的这个原因呢是有很多。 Tene da jumsen chikde dendre ki mani achi yor ba samje tamje sanje ki kopang la goba sanje tabar sho samje tamje sanje ki sala gogi yi di chedung en didan di chegi yi sambe ki di member te la yi yor zi yi. 那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愿呢这个所有一切众生呢都获得佛陀果位。 就是呢，要利益所有一切众生，要安置所有一切众生呢，这到达佛陀果位。像这样的愿呢，像这样的这个发这个愿呢，是有它的这个根基的。 Penna gola tsokpa ji yona zen rabudang gola tsokpa ji yona gola da tu rendu sanna tu gogi du sambe samlo yoba yena tene tu ya yoba ji ji gogi yor tu ya yoba ji. 那么比如说呢，这个衣服脏了。 衣服脏了，然后呢，想说哦，我要这个洗衣服了。那么这个衣服呢是可以洗干净的，必须呢有这个衣服可以洗干净它的一个这个根基根源。 Te yindu penna zamling shide zambuling shide yor sho sambe melam de peche lupkale khabar te. 像说呢，这个愿呢，这个世界和平。 我们呢，愿世界和平呢，我们发这样愿呢，要能够达成的话，是可能的是这个不可能的，是困难的。 Nimarere dabarere lotchu changa res yonna yongjire zamling shide. Nimarere dabarere lotchu changa res zamling shide yongsigres. 那么就是呢，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一天、一个月，或是10年、15年，这个世界和平的，这个是有可能的。 Ina charangsu zamling shide yongya ki chet melam majabse labgi meda. 但是呢，我没有说要你们呢不要发这个世界和平这样的愿。 Zamling shide yongwar sho san nima chik chusu chik shide retuba ina chusangres te gores. Zamling shide rebar sho san melam janne chusu chik shide rena yapores. 那么像说呢，这个我们呢就是
这个在一天里面的1个小时，这个愿世界和平，像这样的话呢，这个能够呢就是1个小时世界和平的话也是非常好的。 대낭신 새 링워쇼 내 링워쇼 선비 삼로테서 배치 다 누비약 이지지 요아마라 那么说呢，这个愿长寿，愿呢这个没有病痛，愿这个就是少病，然后呢或是愿这个像这一类的话，大部分说可以说是没有办法呢这个达成的。 참참라 새 까르망아 링네 링위 텔 자고래 참참라 새 까르망아 링로 제방이나 다 디와 제고 그랬어 那么就是呢这个有时候呢会就是延长个这个5分钟的这个寿命。 근데 첼로 치차 투 버쇼스면은 장게 망고 요래 되는데 마신 되게 요아마라 那么说呢，要这个长寿到，比如说呢，这个这个几万岁，那么这个的话，长寿呢，这个就是这个万年，那么这个的话是不可能达成的。 제상 다다빠나 파보 상보집이 기면람기 칙 타마들 녜송 내나 말루 똥버쇼 생기 요아르 칙치 디데 응원에 면람 잡 잠켄게 잡야기 리지 요아르스테 那么像说呢，普贤行愿品的最后一句呢，就是愿恶道无余皆空尽。这个的话，像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发愿这么愿，然后呢，也有就是能够达成的一个它的根基的。 자디 지 요바 하 고약 체도 되는 간주 셰럽 기초라 되는 간주 하다 셰럽 이그나네 셰럽 기초라 간주 때지 지 요바 이나 那么为了要知道说这个是有它可以达成的根基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心绪中的这个智慧。 되네 단담 장주기셈 생인데 때지 요바 이나 되는 디주테디 저런 찾고 그랬어 那么要是在事业心绪中呢有这个圣意菩提心的话呢，就能够呢就是这个知道。 또 딘디 깨체 망보래 단웅 베나 셈친 탐제 상제버쇼 셈비 삼로디서 되네 양 삼로 나라 셈친 탐제 세드다 장가 제와 치차 붐차 둥지를 망보까지 쉐거로 那么我们心中的想法说，愿一切众生呢都能够呢证得佛陀果位。那么这个众生的话呢，是这个几千、几万、几十万，甚至呢就是这个几亿，比呢这个亿呢还要再更多。 단다 셈친 레레 즈니레츠기 니마 레레 즈니레츠 헨 에토 따디가나야 참참라 라나서 셈바 숨보조 셈바 쩌보조 힌데 네스 망보여라 那么像说现在呢，我们呢这帮助这个就是1个人或是2个人，有时候呢我们在帮助他1天或是2天的时候呢，我都会让我们的这个就是伤心的事情，都会让我们伤心。 대인도 셈친 탐제 산지기 살라고 세디다 빼깔레 카보레스는 양 다시 안주든지 텐시그레스 那么所以呢，就会有就是有人呢有可能呢会这个想说哦，要利益一切众生到达佛陀的果位，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대테네 단담 장축기 셈 생티스고를 유미비 따라스 那么这就表示呢，他是心绪中没有圣意菩提心的征兆。 제선다 전주 나라 테네 장주 셈베기 삼로 땅땅 장주 셈베기 따와 쳇땅 거를 차상 숭여 전주도 내가 침부시라레스 在这个入菩萨行论里面呢，关于菩萨的想法，菩萨这个要有怎么样的这个见地，菩萨见地是怎么样，在这里在这部论里面都有讲到，所以呢，这部论极为重要。 따와기 쳇소데 내가 침부시라레스 빼나 나부르 세겐데 육레 삼비 따와요나 테네 카부르 세겐데 통디가나 대당 띵비기 테네 육도 제그레스 내가 레그레스 그 가불스다 그래 한보다 자게 디둑레 삼비타바요나 대당 띵비기 때는 육도 제그레스 육도스나 레갈레 好，那么就是要是心中呢有想说这个樟脑呢它是毒的话呢，那么你呢就是会这个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就是行动呢会这个出来。
갑부르 생인데 맨레 세상백이 따봐요나 그냥 대가 나신기 무조도 재탕대 가하래 就是呢，想说呢，这个张老是这个要的话，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见地这样想法的话呢，他呢就是要这个入到这个张老的这个情形的话呢，或是去用这个情形的话呢，会是这个不一样的，会是极为不同的。 갑부르 때 맨당 두니 니가 그래 광천벌에 생긴 따와지기 와래 我们呢就是我的想法就是黄金呢是非常好非常昂贵。 재정 다 전주낭라 장집 선백이 따와철당 디 차상 요아래 所以呢，在这个就是入菩萨行论里面呢，这个都就是关于菩萨要怎么样鉴定呢？这里面都有。 장집 선백이 코랑라 갖다뒤 간대 통기유매 那么像说呢，菩萨看菩萨自己是怎么样的这个看法， 장집 선백이 미션다 갖다뒤 간대 통기유매 然后呢，菩萨看其他人是怎么样的这个看法。 때네 장집 선백 세겐대기 윤 링통 세겐대 반대직리야 은진 제기유매 还有呢，菩萨呢像是怎么样在这个看呢这个时间的这个长短。 장집 선백이 망용 샘첸 쭉 세겐대다 샘첸 타이바 세겐대도 삼로땅땅 간대 이미 还有这个菩萨对于这个多少，比如说一个众生以及无量众生，他的看法是如何？ 때네 따와 채땅 짬지 마인바 따바테 때네 따바테 딱 곰시 용야 기체도 림베 냠술 렌탕 땅 권에 마요아레스 那不只是说呢，有这个就是不只是在讲菩萨的见地，而且呢，为了要有这样见地的一个习惯性，他呢会这个依次的就是这个修学。那么这个依次它的顺序呢，是从头到尾呢都这个说了。 때네 정주 선배 삼로 땅땅 딩원에 마시 약보래 강아서 펜토 첨부 요아레스는 깨차 리우 땅보나 망보셔요 菩萨的想法
非常好，利益非常大。那在第一品里面，这个说了这个内容。 tene liu janda la ya she yo de 那么在其他品中呢，也有讲到。 tene liu tangbo gi juk la ta tinde gi changchu gi sem di zoya gi che du rang gi ju la che ya gi che tashi kari tang go gi me changchu gi sem di rang gi ju la che ya che zoya gi che du kari che go gi me 那么在第一品的最后呢，就是像这么样好的这个菩提心呢，这个要怎么样在这个自己的心绪中呢，这个升起。 tene ma chi dang changchu sem gi penyon de samlo tang ya de yang de gi yang shi zhang anzo changchu gi sem sing de che go gi du sem samlo de leb gi re 那么去思维菩提心的利益的时候呢，我们呢心中就会想说，哦，我要呢这个让这个菩提心呢在我心中升起。 chang zi mang che wa le lo chen sha ta ro was 那么我们这个大部分都是呢这个懈怠者， zhen du yo ma de chen zi mang che wa la 我们大部分的人是这个不精进的。 nga la ya me zhen du 我呢也没有，我呢也不精进。 ta ngan zu te na ji zhen du men ken le lo chen te so la chang chu gi sem sing de nga ne shuk chen bo za chen bo cha de yo des 那像我们呢，就是不精进的懈怠者呢，这菩提心呢，它就是这个非常重要、非常这个珍贵的。 sem chen tham che sang je gi sa la ko ya gi che du nga nge ji so go du sen men ni kar ma nga ji ku na de gi dik di yo des sem chen tham che sang je gi sa la ko ya gi che du nga rang gi lu bo da bo ja ya ja go du nga rang gi lu bo da bo ja ya gi che du chik sa ji nge go du rest 那么像说呢，想呢，为了帮助一切众生呢，这个证得佛陀果位，我呢要好好的来照顾我的身体，我要好好保养了身体，然后呢，因为要照顾身体、保养身体，所以呢，我这个休息5分钟呢，这个也是这个非常好的。 tene liu ngone ma liu mangbo che le chitang lo jong gi rimba mangbo shida de da nge la da nge de pe chen de la ba de na jin shida lo jang ya gi che de 那就是菩提，这个就是入菩萨行论从头呢，这个到尾呢，有很多品呢，都是关于就是在这个学习方面，就是呢，在这个就是在这个修心。那像刚刚讲的这个，也是在这个修我们的心。 tene changchu gi sem de che bar che ya gi che du tene ga sa sang je tang changchu sem ba te so la cha chal ya che ba pyu wa tin de ge sha yo de 为了菩提心呢，在自己的心中升起呢，就所以呢，向诸佛菩萨顶礼供养。 tene che ba te so yang rang gi are yak po ji sam de ba te so pyu yo 那么像说供养的话呢，就是自己呢想呢什么是最好的，那么就把自己所这个想的这个好的来做供养。 휴할라 코랑 낭박이 깨 퉁예부 예바 맨로 낭박이 깨 들어 피요 那 휴할라 낭바 하고 주자 낭박이 깨 퉁예부 예지로 왔어 낭박이 깨 한테는 낭박 신도 깨 냠부 들어 피요 那么像呢这个就是呢这个吉田菩萨呢，对有些呢就是那这个鸟的这叫声呢，他觉得是非常的悦耳，所以他也把这个就是鸟的这个鸟叫声音呢，这个做供养。 되네 주자비야 때배 자갈라 빼 마시 자첨부 지기 예바다 在印度呢，就是非常重视沐浴。 예바디서 시다시다 주자비 여인나 매네네 주지 강바디서 피 야든디나 那么这个藏人呢，到底有没有沐浴呢？这个不知道，但是呢，也呢这个供养呢，这个是浴室啊，供养这个水。 되네 되네 딕바샤야 还有就是忏悔罪业， 지수 이라마제야 水洗。 다티속이 연락 망보두스 像这些的这个这些内容呢很多。 되네 nen가 체슈데 장주기 셈 제바 제야기 체도 망시더부데 되네 건쇼스도 잡수줘야 돼 为了要菩提心的升起，它的这个基础的话呢，就是要皈依三宝。 되네 잡수줘기 림바 망보숭이 와서 류다 니바당 되네
那么在第二品里面呢，也讲了很多就是皈依三宝的次第内容。 Tene chitang nge tale ngotre chebe kapsu tene liu gubatang jenda liu tiso ya ma tene kese segis. 那么我在这个介绍《入菩萨行论》的时候呢，我会把第九品跟其他品呢，把它呢就是混合起来说。 Tende cheba ina chiransu le tangbo ba kashe le pen to yong sambi reba yus. 那么我呢想，我这样做，我这样这个的说法的话呢，我想呢，对这个初学者呢会是有这个帮助的。所以那这个做到当今。